飲完咖啡，精神爽利，但夜晚點解仲係瞓唔着？呢個問題，好多香港人都明。你以為咖啡因好快代謝晒？答案就係一個關鍵數學概念，半衰期。簡單講，半衰期係身體將物質濃度減半所需嘅時間。咖啡因平均半衰期約5到6個鐘，即係話朝早10點飲，到下午3、4點，仲有一半咖啡因喺身。到夜晚10點，即係12個鐘後，你身體仲有1/4咖啡因活躍緊。想象咖啡因係慢慢分解，唔係瞬間消失。當然，體質唔同，基因、肝功能都影響代謝速度。想好瞓，專家建議下晝2點後避免飲咖啡，或者轉飲低咖啡因、冇咖啡因飲品。了解半衰期，有效管理咖啡因攝取，亦提醒我哋，生活習慣背後都有科學原理。覺得有用，記得訂閱同分享。